艺术家蔡朝如自细汉就展现出非常悬的绘画天分，嘛伫咧大汉了后，同时有着庙宇的民俗艺术，佮有艺术家的两种身份。对伊的画笔所产出的作品，不管是风景，或者是人物的形象刻画，拢会当展现出伊独有的优雅艺术气质。台南美术艺馆特别伫咧展览开始之天来庆祝开幕。作为一个台南这么重要的艺术家，还有一个庙宇彩绘的艺术家。说真的，从庙宇彩绘走到纯艺术的这个领域，蔡先生说真的，他有他的一个独到之处。所以我们台南有一个叫做“宫庙之都”的这个美称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所有的宫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彩绘艺术。宫庙如果没有彩绘，这个宫庙它就不算是宫庙了。所以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蔡先生蔡草如他的作品在里面，尤其他的门神画了非常多的各种表情面貌都不一样，色彩都不一样。所以他除了这个之外，他还画了很多的水墨，还有胶彩。这摆展览中上特别的，就是伫咧蔡朝如10岁时阵的作品《天后宫武庙行廊》，这是头一摆公开展出。对伊作品中会当看出伊自细汉就展现出无平凡的艺术天分，佮有对生活周遭的观察能力。父亲的为人处事更是令人津津乐道。他爱周边的人，不论亲疏远近，总能感受他的热忱与随和。就像他热爱他的每一件作品一样，以真诚待人，以热忱画画，是父亲这一辈子传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。展览中会当对作品中看出艺术家本身对伫咧人物刻画非常的生动，不管是伫咧庙宇相关的绘画，或者是伫咧一般生活绘画中，拢会当透过画作表现出特别传神，实在互人非常的惊艳。欢迎民众伫咧9月10号进前会当来到台南美术馆来参观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